今日我哋就嚟測試一個超強神器 Epic Water Pure 濾水壺，保證令你眼界大開。我哋預備咗一杯混濁顏色水，倒入濾水壺入面，睇下佢嘅過濾能力係咪真係咁強。呢個 Epic Water 濾水壺濾芯能夠過濾568升水，同其他同類型水壺比，濾芯壽命長達5.68倍。另外，佢嘅過濾時間亦長少少，正正因為佢能夠深入徹底過濾，所以先至需時耐啲，過濾效果先咁勁。Epic Water 濾芯能有效去除有害物質，包括氟化物、12種食水常見重金屬、農藥、微量藥物、全烷基化合物及全氟化化合物，仲可以有效移除近年大家都好關注嘅微塑膠。經過簡單過濾步驟之後，顏色完全變透明、清澈見底，能力顯然易見。飲用清潔食水絕對唔係小事，佢直接影響我哋健康同埋日常生活。用 Epic Water 濾水壺，每日輕鬆享用安全食水，保護自己同屋企人健康，值得投資。